特區政府開展社團法律制度嘅諮詢，咁喺呢次修法裏邊咧，係回應咗習近平主席咧喺回歸25週年提出引導同埋規範社團發展一個好殷切嘅期望，咁係完善咗特區社會治理嘅體系啦，亦係促進社團可以持續健康發展一個好重要嘅舉措，咁啊有利於更好咁保障居民嘅結社權啦，營造更優嘅社團發展氛圍。諮詢文本裏邊係建議指定咗由身份證明局咧係作為一個主管嘅實體。我諗呢啲係有助全鏈條去負責社團嘅設立、規管同埋一個消滅機制。咁未來設立嘅電子化社團登記平台，將大幅咁去簡化啲手續，可以便利於社會嘅監督啦，同埋引導社團咧可以規範化同埋更高質量咁樣發展。咁作為婦聯總會咧，我哋將全力咁去配合諮詢同埋立法呢個工作。咁好歡迎大家咧係踴躍提出你哋寶貴意見，共同去完善社團嘅治理，為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咧係貢獻我哋嘅力量。